合报道。高雄公山有一间连锁素食店卫生管控出问题，有消费者发现讲店内后仔拢有一层白色的粉，先开始无要意，后来问店员才知影讲这是餐厅用漂白水无拖清气。民众烦恼讲这食落腹会出问题，伤身体。餐厅的青色杯仔出现白白的粉，去消费的理性是一开始无要紧，照常装水来啉。但斟酌看才发现，桌顶所有的杯仔拢有卡一盏白粉，连杯仔内底拢有。问店完了后，答案予伊讲去。如果没有喝到，其实不会那么生气，但是有喝下去了，然后你的态度还这么恶劣，是店员直接跟我说。他们早上用漂白水来消毒，这是他们消毒以后，他们没有用抹布把它擦干净。事发第23知名连锁素食店伫高雄公山的分店，当下店内主管但有口头向当事人回失礼，予认为店家无重视食安问题。二是中昼这间素食店正常营业，一开门都有人准备入去食饭，消费者嘛认为店家应该做好把关。第一时间一定是感受是不好的。那我们是希望说，店家在这方面的卫生把控可以再更加强一点。事实上，漂白水经过一定比例的透保，确实会使摕来消毒餐具。但专家提醒，洗了一定要另外用清水冲好清气。啊，若无残留物食落去，还是接触到，恐惊影响健康。本身会有腐蚀性，所以你碰到眼睛会不舒服，会流眼泪，张不开。那如果说碰到我们的皮肤也会觉得很痛不舒服。那万一吸到我们的呼吸道的话，也会刺激我们的呼吸道，会咳嗽、胸闷。倘查获业者提供之餐具有洗洁剂残留，将依《食安法》第8条规定，命业者限期改善，借期未改善，依同法44条处6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罚款。面对争议，店家表示交予总公司说明，但到中昼进前还未回应。高市卫生局嘛会介入了解，若有缺失会依法开罚。记者高雄报道。来看这婚林抓到